德福。 船家，你现在吹的是什么曲子啊？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好像是在哪儿听过一样。这个曲子是我家乡的小调，名字叫做《忆亲人》。忆亲人？ 我只是觉得这个曲子这个旋律有点耳熟，什么名字我倒是记不得。这首曲子是我老爹在世的时候最喜欢吹的，我的弟弟也特别爱听。这个曲子啊。 我小的时候也特别爱听，只是有好多年没有听到了，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。真没想到，今儿在这儿听到了。客官莫非也是陕西榆林人士？没错。那你可记得，皂角村中有一户姓李的农家，那户人家有一对孪生兄弟，哥哥叫李德禄，弟弟 叫李德福。你是？认得哥哥吗？你还活着？你没死？德福，德福，真没想到，哥哥在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你。 我原本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，哥，德福，哥，德福。 哎，是寿姑娘。索大人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在这鳌拜府当中又发现了一间小小的密室，这大不完的解药说不定就藏在里面。可是这些工匠呢，笨手笨脚的，打不开那个机关。我想这怎么办呢？
我想来想去，就想到了史书姑娘你。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开，但是我去试试吧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快请吧，走。大哥可成家了，嫂子可贤惠，有几个子女？成家了，有3个孩子，2儿1女。至于你嫂子，她早已不在人世了。是啊，这世道原本就不太平，又有几家人能够骨肉相守的？大哥即便如此不幸，也比小弟强多了。当年你引开追兵之后，我就一个人在外四处流浪，到处打听你的下落。后来多尔衮把我抢了去，在他府上做了奴才。几年之后，他见我做事机灵，就把我净了身，送到皇太极身边伺候。那时候，我本已有了心仪的姑娘，却被迫做了这不男不女的太监。小弟啊，这么多年你受苦了。大哥真的没有想到，你还能认我这个哥哥。我原本以为你现在在紫禁城中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而我却是穷困潦倒。我真没想到，你还能认我。哥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我在这个世界上，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，我怎么会不认你呢？哥，我如今有了用不完的金山银山，正愁没人跟我分享呢。这下好了，你来了，哥，你把侄儿侄女都接进京来，我在京城给你买一处大宅院，然后再续几房妻妾，咱们兄弟好好享受这下半辈子。弟弟啊，你的这番心意，哥哥心领了。但是哥哥这次找你，并不是为了你的钱财。哥，你一定是想谋一个好的差事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包在小弟我的身上。1个月之内，我先给你谋个闲职，年内呢，我再找机会把你外放到一个油水充足的富庶之地，怎么样？我也不是为了做官，既不想发财，又不想做官，哥，那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只要兄弟能办得到的，绝对没问题。德福，你知道哥哥现在是什么身份吗？什么身份？我很久以前已经把名字改了，我不叫李德禄了。那哥哥如今叫什么？李定国。累死我了！哎呀，世叔姑娘，真是辛苦你了啊！左大人吃。左大人，我查看一下。左大人，啊，这箱中没有解药，全是文书信件。没有解药，我看看。纳赛，在。把这2个箱子给我封起来，抬进宫去，呈给皇上。德福，你可愿意跟哥哥一起共干一番大事业，光复我大明王朝？德福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德福，你就心甘情愿地做大清的奴才吗？做大清的奴才怎么了？他中明王朝给过我什么？杀死了我的爹娘，饿死了一整村子的人，害得我们骨肉分离，逼得我走投无路，只能在死尸堆里面抛尸的。
后来还被迫做了这不男不女的太监。我辛辛苦苦了30多年，我苦熬了30多年，如今你却让我为朱氏的后人去冒杀头的危险。德福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。我知道，我听说过你李定国，朝廷还以为你战死在云南了，没想到你还活着，还组建了一个什么大明义士联盟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你我都不必妄想劝动对方。我只有一句话：你若做回李德禄，那你还是我大哥，我愿与你共享荣华富贵。但你若坚持做你的李定国，那你我就当彼此早在40年前都死了吧。弟弟。哥，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是要做李德禄，还是做李定国？我李定国，生是大明的人，死是大明的鬼。他就这么走了？我还指望着能从他那里打听到有关鳌拜内奸的消息。义父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既然他贪图荣华富贵，敢为大清走狗，那我就当他40年前就已经死了。现在的他，就只是大内总管李德福，不再是我的弟弟。你们以后行事，一切以我联盟利益为重，切不要顾及我和他的兄弟之情。他中了鳌拜的大补丸之毒，现如今，鳌拜被关进了天牢。若没有康熙的手令，谁也不能见他。鳌拜没有办法把美约大补丸之毒的解药给他。义父，你看，我是否要把彻底解除大补丸之毒的解药给他呢？不能彻底帮他解脱。你在宫中多次试探他，以他的心机，这次我跟他相认，他多半会怀疑到你。万一鳌拜供出他来，那他极有可能出卖你跟易欢，甚至出卖我这个亲哥哥，来将功赎罪。那义父的意思是？眼下只能利用大补丸来控制他。这样，一来可以保证你跟易欢在宫中的安全，二来，你跟易欢在宫中行事，有他相助，也会便利一些。可他毕竟是您的亲弟弟，我跟易欢的叔父，我们这么做，未免也太……太子，你以为我如此算计，我的心里就好受吗？他可是当年我豁出性命去要保护的亲弟弟呀！可现在，在国家大义面前，我没法再顾及兄弟之情。朱慈轩代表朱氏所有人和逝去的列祖列宗，多谢晋王大义。